哦，前贤哦，前贤这么好学，你看，前贤是哦，模范哦，啊，第一名，学习精神第一名。即摆就是即个啦，这个就是即个啦。哦，这个啊，做看到这个资料拢哦，即个凤梨啦，哦，有红梨关那有凤梨吼，哦凤梨煮迄落啦，哦，你煮饭的时阵南国的红梨对，哦，哦，赞过心中，泡面，臭美人会使，哦，爱过心中，啊，凤用心的面遐变啊都对，对啊，啊，迄个凤梨有当时啊想要买嘛，无买。哦，安尼。哦，我係只富婆一塊就人一匹，富婆一塊就人一匹，富婆又冇娘嘅廟做會堂嘅伊迄算吼，足细粒诶，像毛安尼尔。哦，就是愛去有機这网络吹就有啊，这就是网絡吹出来，哦，这网絡吹出来。哦，網路吹，有紅梨換做，咱太無買了，紅梨換，我來做飯就較難做嘅呢。茶豆花你捌無？哦，茶豆花捌聽的，那個紫色的那好，哦，对，真我这就是茶豆花，我呢，啊說有種的茶豆花，我是我这就是茶哎呀，豆花，我愛那花哦，這買這什麼色啊？寶藍色、紫色的。紫色的，哦，啊茶豆花的茶，对啊，茶豆花我遮嘛有网络啊。哦，茶豆花，哦，足水的那花哦，啊像蝴蝶，我那說有種，我拄仔有過去看。茶豆花，好茶，這茶啥？对，这个好茶豆花，哎，花愛把我打到遐呢。毋是青青嘛会使行，哦，青就哦，青青嘛会使行，啊，白搭嘛会使行，茶豆花啊咪咧。人在卖茶豆花是用砍数的，哦，改善。啊，一斤千幾塊的，哦，一但是一斤千幾塊你泡得太辛苦哦。哦，对。迄做8蕊泡一擺。我被绿的，哦，谢谢。好，茶豆花。哎呀，这高经济都。这网络拢有买吹啦。哦，谢谢啊。茶豆花我那是有种，还有花样像迄蝴蝶呢。对，紫色的，我若泡袂起，我拢泡好大。哦，哦，我一日当满炒60蕊左右。哦，我那种都对哦，无啦，2层尔。哦，2档就当。选甜的。哦，赞。你直选你去。哦，赞，它茶豆花最好的物件。哦，赞，感恩啊。我快线汤就用较光的。快些线汤就可以。拢有啥物都有。哦，你前线啊，学习精神第一名啊。哦，要换。我咧学迄个电脑的网络花青素哦，啊，茶豆花安怎处理？哦，茶豆花安怎处理？嘿啦，迄个伊的效果很大，每天一杯。对个对好，会改善糖尿病的，较好的。哦，茶豆花较好的。啊，伊会扩张血液，所以高血压的人食会好。哦，赞，高血压。食茶豆花。糖尿病会讲改善无？茶豆花较好用。通血管，哦，消毒面上的皱。哦，消面上皱呢，茶豆花较好用。哦，你这样片的。是啊。哦，样片你学较济啊。哦，你花菜较水啊。茶豆花花菜较水啊。青花伊爱用滚茶咧泡面。对，用烧茶、烧滚水啊。哦，烧滚水咧泡，谢。啊，食温温的，食冷的冇紧，拢食温。冷的嘛无要紧啊，泡起来温温的嘛变好啉啊。我无人去金莲花拢温温的，冷袂使，金莲花见尔袂使，见的敢有法。一般拢嘛现泡现啉啊。哦，有这现泡。自己倒啉了啊。哦，自己啉了，哦，赞。咁拿茶豆花，花香红蝶哦，橙色的，哦，原来还有药效，哦，改善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症状。这有你介绍的啦。哦，这是介绍的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哎，你要安怎变个道具？无，嘛会当吼，自迄落做馒头、做面、做迄，这着馒头嘛。做馒头。对啊，就自迄泡起来，泡起来，迄水落去揉面粉。咁样啊，茶豆花泡一点啊，揉面粉，他们谢谢啊。哦，这钱哦，来开生意啦，你这花就像安尼，花就像安尼。哦，你花时间啊，你讲那小蝴蝶，一只蝴蝶。哦，是，极盛鸡血，鸡血，哦，那像鸡血。
这是塑带。塑带。哦，谢谢啊，感恩啊，哦，赞。哦，我们全县哦，学习精神第一名哦。你看用电脑啊？你用哪个啊？有，这有在平板呢。这平板。哎 ，iPad，这平板电脑啊。平板啊，这嘛是网络出道宝。哦，也当然呢。哎呀。哎呀，我也我这张出道宝。588年。哦，588，我出道宝。感恩啊。